連月來整體樓價持續上升，樓價指數已經連升10個月，樓價急速回升。市場上短期轉售獲利個案亦明顯增加，其中沙田馬鞍山區連月嚟多個屋苑二手尺價屢創新高，鄰近港鐵恆安站嘅馬鞍山臨海私人住宅天宇海更罕有地錄得持貨僅4個月嘅短炒獲利個案，最新尺價更超越1.42萬元嘅近4年新高，業主期間帳面淨賺160萬元，可以話係近期持貨期最短嘅短炒獲利成交。位處馬鞍山寶泰街嘅天宇海項目臨海而建，由6座，每座再分為 A、B 座，分層住宅及14座獨立屋組成，合共提供超越1100伙住宅單位，絕大部分單位享有海景，約有1/4單位更前臨無敵大海景，加上項目對面有區內地標式新商場 WeGo Mall， 正宗大王，備受區內用家追捧。新近成交為3B 座高層 A 室，建築面積達1004平方尺，實用面積763平方尺，屬3房2廳間隔，座向東北眺望開陽市景及吐露港海景。單位原叫價1088萬元，最終買家喺零議價情況下購入單位，最終成交價為1088萬元。實用面積尺價14260元，創屋苑過去4年尺價新高水平。原業主剛於今年年初，即2026年1月，先至以928萬元購入單位，持貨最終只係短短4個月就迅即沽售，帳面獲利160萬元離場。單位於短短數月間售價極速升值17%。想知道更多成交消息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只要有新片你就立即收到通知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Century 21. This is our time. This is our century.